之命带来请封大爷吕布。小姐，是啊，我家小姐是人夫千金，也算是你封大爷的表姐呀。即使此小案转告你家小姐，什么有事在身不能久留。封大爷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小弟万礼，表弟请坐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劳此所了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话完没讲完呢。表弟请。不知表弟何则到此？今日才到，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不知巨母大人在家可康健废？托付求见。彩萍，快去端茶来。是。不用了。那点心去。谁来用当早就吃饱了。母亲啊，母亲，这就是你的，不是了。上天道监督桃花一时开，知情离开好困难，何况我陈家生在方家恩，怎能对不守相公情啊你归？君子随意不随从，难归表弟断归。表弟呀，曾记当年在河南，青梅竹马两不睬，岳母娘当我是亲生，相对更比是母爱。自从我家前相养，地家暖薄少往来，平时爹娘常淘气，岳母娘恩德难忘怀，此乃是兵荒马乱路途中，语言先通十余载，今在难得表弟到，国寿团圆总相会。实在家母饮酒醉，一言半语随间退呀。姑娘兄交了的好，准备有别就不归。小弟是归心似箭。
亲年迈难原因，有否神情不变来？一片好心的老妻，且待他年再相会。表弟呀，堂上还有地比菜，难道你不去喂一喂？小弟你不一而应匆匆去，地比这本你无言泪。表弟呀，能飞出来一儿用他出马送你回呀。表弟是知人想得乱放情，他真自么乱儿日子难更改。表姐呀，我分堂缺少英文通，家里有妇四女啊才，母亲是孤独在家徒日间，小弟是恨无丧子难飞归。今日死的十里去，他年否进来亲才？烦恼表姐想不定问好，是小弟告辞了。表弟，其实表弟此命要归，与其也不便强人。彩萍，你去领子300两，送与方大爷，路上应用。是。且慢，小弟有言在先，不随臣父吩咐。方大爷他一不愿见我家老爷，二不随我家领子，这便是无事好啊。表弟他烈士不随断根命，他空谁怎能把家为？想起了方家玉树真是他，在我娘亲陪家来。当初原的归到送表里，借花献藤巧来。表弟他来随夫死与高登，不随转公不正归。表弟，其实表弟不随我家分分，那预计与一包官点心，送与表弟路上从今。臣父之法犯难领人。哎，这是预计替表弟准备的上元糕。好开菜，好开菜！方大爷吃了上元糕，做得高官步步高。多谢表姐一片心意，是小弟心领了。这是预计托表弟送去去穆大人的，难道你不曾见预计一片小心吗？此次小弟真意。彩萍，你被方大爷在此捎带，我去上元糕来。小姐，去上元糕，我用你亲自上来，带我去。彩萍，你知道什么嘞？小姐，你把上元糕与我去死嘞？方大爷他不随人付1分银子，这便是何时好啊？
时候死的。我这里有一锭银子，送与方大爷全当路费。哎，这怎么死的？这银子非是神父之物，是我口袋领赏得来的。你不说，岂必把我当做老夫人一样了吗？这，请问他的姓名？我是小姐王中姓高的，上门我名叫彩云。你枉为同妻莲子多说情，不见丫头小彩云，今日快手
爹乃是林子先操作，难道是却要为变长生不老的老朽心？这真是死里有娘病死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陈梦明比陈官爹，我本当么证明大为生娘亲，只怕丢失才中毒，岂不是么与为表姐一片